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来为他做见证。那时候陈牧师说，因为在下礼拜就是国中基测，然后希望我用自己过去一些不管是好的还是惨痛的读书经验跟大家分享。那因为陈牧师他只要求一点，他说要我在10分钟之内讲完，所以我就开始讲我的见证。我过去在想说，怎么样一个人可以站在台前来诉说上帝的见证？是要他病得医治，是要他事业有成，还是他赚了很多钱，他考上好的学校才能见证？那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可是神很奇妙，因为我光这个考试就学士后中医的考试，考了3年，我就讲了3次见证，所以前2次都是没有考上出来讲见证，所以神真的很奇妙。所以我还记得去年我讲见证的时候，讲完之后，陈牧师还说，跟你旁边的人说，神可以利用你的失败来塑造你的成功。说这样子在我伤口上撒盐。然后之后就也不是说我很会念书，应该说我很爱念书，就已经退伍，都快30岁还继续在念书。那如果你要考非常非常高，我告诉你，那你可以先出去喝个茶，上个厕所。可是如果你要说每一次都考，第一次考哇差1分没上然后第2次考哇差0.1分没上，那你就可以继续来听，因为我就是差1分差0.1分没上的那个人。好，那我很简短说我过去的一些考试准备的心情，还有在考试当中，我重新跟神有在信仰上美好的连结。那因为是从97年开始，到去年99年才考上。那因为过去的4岁，我就用我那时候在网志上打的一些片段来当做分享。首先是在08年的8月7号打的，非常惨痛，就隔天就是父亲节，无法给爸爸好的礼物。那时候那个标题叫做差3分跟考0分，因为你差了3分，然后就跟考0分的人一样，要再考1年。然后这样写说，有些人会觉得很可惜，觉得老浩你实在太衰了；有人觉得只差3分就要再准备1年，太命苦了吧？差1分跟考0分在这个考试当中没有任何差别，考上你就可以念医学系当医生，没有考上你就回去补习班，没有人会理你。那时候有一个是我大学同学，他已经考上，那时候他在安慰我，他这样说：我去年没考上的时候也是很伤心，觉得是不是自己很差？但我觉得这冥冥中有注定，或许我该留下来1年帮助什么人或遇到什么事。我觉得对你也是，上帝或许对你有他的安排，要磨练你的心智，或者要你多跟你的家人相处。所以我觉得你有坚定的信仰，就算要重考1年也 OK 的。可能听这句话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可是这个同学他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在同一个医院实习，所以他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反基督教的人，他会问我一大堆怪力乱神的问题，比如说什么你上帝可不可以创造出一个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这种很奇怪的问题，目的就是要驳倒我。可是他竟然在这时候跟我说，上帝对你有他的安排。我说上帝你不要再继续撒盐了这样子。然后好那年又没考上嘛，因为差3分就考0分然后到了09年的7月17号，那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他叫子介，然后这边打。最近听子介说，学弟可能就是我大学另外一个学弟，他也要考这个试，他可能会去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很惊讶，原来学弟在考试之前有一个直销的朋友带他去教会，他就祷告说：上帝啊，如果我今年能够考上，他就要去教会听耶稣的道理。然后他也顺利考上，但我没有考上。子介他说他看了我跟学弟2个人，心中觉得五味杂陈，因为他知道我从小就是个基督徒。然后他问我说：星浩，你觉得上帝爱你比较少，然后爱学弟比较多吗？我想了想说，没有，神爱我们一样多，只是他爱我们的方式不同。然后一直到了当年9月又开始又回去补习班，开课的前一天我又这样打。你可以说我运气不好，你可以说我没有那个当医生的命，但请不要否定我的努力、我的坚持、我的牺牲。我看过有人考1年就考上，也有看过人考7年才考上。真的，我觉得好厉害，考7年还愿意考下去，到底差别在哪里？这2种人我都看过。但你有人说哪个人比较成功，哪个人是比较好的医生吗？当一个基督徒还用世人的眼光在看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所以我闭上眼，重新去思考上帝的话。这是在新约神对保罗说的，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既然神他都说他的恩典够我用，那为什么我要觉得委屈？为什么要觉得缺乏呢？还没有看到，要先相信。就像耶稣对他的门徒多马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然后直到去年99年的7月中，那时候要去准备到柳营的短宣的时候，我在台南那时候上网查自己的成绩。那我记得那一天我还没有看到成绩前，我先看到姑芝，那就我未婚妻，她就查了成绩之后，我就看到她一直在哭，然后想说该不会又登了吧？然后她看着我那时候还没看成绩，看完之后又是那种差0点几分，就是可能那个组句0.1分里面可能有30个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又这样呢？然后她说她觉得很心疼，她说我已经念得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考在前面？那我想一想，我说也许我每一天1年我都每天念了10个小时，从不间断，可是我却忘了有那种一天念12个小时、13个小时，就念到那种都肝已经爆掉不了几颗那种人，就拼死就要考进去。那我觉得这3年的时间不长不短，那神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一直到我去年过了这些事情，我才了解到原来神他一直在磨练我。最爱讲，也是基督徒最爱讲，可是却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信心。那关于信心，我们可以背出很多的经节，比如说希伯来书说，其实所望之事的手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马太福音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可福音说，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哥林多后书又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那我觉得我为了要考中医这个梦想，我有跌倒过、失败过、流泪过，被人家怀疑过。有人说你都归回可以垂头喽。那我说不要，我就要念中医。然后被质疑，然后在教会我也服侍然后我也做礼拜，我也祷告，我也灵修，我也奉献。可是我说，就是那句话，有什么 God 的 D 开头的，说怎么回事啊？神怎么回事？然后在思考之后，我重新回过头来想，神要我学习什么？原来神不要我只把我的眼目放在我的考试上，是要放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力量，神的应许都不落空。阿们吗？那时候我发觉，不是把神拉到我的计划当中，不是把神拉到我的道路当中，是我要走回到神他为我预备的道路当中。那时候我发觉，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我会觉得 I'm something， 我好像很厉害。可是考了2年，一直被撒盐之后，我觉得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可是，一直到最后，我发觉重新认识神跟神抓住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出发点不是爱，不是我，而是 God。God is everything。阿们吗？然后我常常在想，我有没有办法站在台前说主啊，好不好？这样子，我跟你有个交易。你今天让我考榜首好了，我就站出来说来信耶稣你都考榜首绝对不会落榜，不会差0点几分。我还想我有办法跟神这种讲法，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觉得基督徒不管你一生是怎么样，你就是为要荣耀神，为要见证神。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健康是生病，你是考得好考不好，你都要见证神。然后重新去看圣经中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信心的故事，比如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然后约书亚他们就2个人去当探子，就他那样的信心，还是说大卫他还是个小孩子，他就凭信心拿石头可以击败歌利亚那样的信心，还是以利亚他跟巴力的几百个先知在大战的时候那样的信心，还是最后门徒的信心？但最后我看到了是耶稣他本身的信心。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学像基督，还有人手上会戴那个 WWJD。可是我们常常却连耶稣他做了什么，他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情绪，他为什么哭，他为什么笑，他什么时候很生气，他什么时候要翻桌子，也许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要怎么学像基督呢？最后我看到耶稣他的信心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交托。在他在被钉死被卖的那一夜，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看到这边，我非常的 shock， 什么叫做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时候我才发觉，我们常常在祷告，可是我们祷告不是命令上帝要成全你的心意，不是叫神好像被你踩在脚底下。那你这样子，如果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态在祷告，你要想想，你的上帝是不是跟你同名同姓？还是说你在祷告的时候，神要在旁边举公号，要是对，好，我会这样做，我会这样做。其实祷告是发现神的心意，然后愿意而且遵循神那美好的旨意。还有
2分钟。好，那什么叫交托呢？我觉得交托不等于摆烂，特别是在考试上，不是说啊，我今天都不念，我不准备，然后我凭信心就会考上。我觉得也是有这种人，他真的都没有念，可是他就是有好的成绩。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你就真的感谢主。可是我更相信交托是在你自己该负责的地方尽最大的努力跟准备，可是你的结果就全部交在神的手中。有一首歌的歌词这样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路。那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最后，其实我有准备一些就是读书的方法。那如果等一下结束有国中生，你有一点兴趣想听的话，可以。哦，好，可以吗？对，就是我发觉圣经有一些句子竟然跟中医。我会怀疑大卫是不是有念过中医了，我觉得太神奇了。对，然后最后我就要鼓励你们，就是加油！就是虽然下礼拜要考试，我相信神的小孩没有一个是笨蛋，阿门吗？好，那我就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感谢迄个新浩伊做这个见证哦。你若伫考试失败的时阵，佮会当出来做见证哦，就表示讲你已经得胜啊。毋是讲干那你安尼考试先考掉以后，再出来做见证哦，安尼是普通尔尔。哦，会当失败个会当出来做见证，你已经胜过那个哈，胜过那个考验哈。我毋知影迄个陈牧师吼，迄个信号时间遮尔短哦，伊安尼讲啊遐尔紧哦，好像机关枪别，你若叫伊用台语，恁更加听无哦。还好他是用华语讲的哈，所以你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我可以他的情境，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这样，神的起头。当你已经考了第3次了。可是差0.几分，前面大概有30个人在前面挡住。照以前的经验，只有10几名以内才比较有把握，对不对？30人大概是很难有把握是。你经过3年，经过3年，你大概那时候你已经心情非常的低沉的时候，突然你就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你已经可以来注册了。你那种领受就觉得你已经得到谷底，然后又爬起来。神常常就在我们很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他就用他的奇迹来让我们去经历到。